靈修2025年6月13日，又要彼此相顧，激發愛心，勉勵行善。你們不可停止聚會，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勸勉。既知道原文是看見那日子臨近，就更當如此。希伯來書10章24至25節。在教會中，團契或小組不僅是信徒聚會的形式，更是屬靈生命成長、彼此建立與實踐愛心的重要平台。聖經教導我們身子只有一個，聖靈只有一位，可見信徒之間的合一是主所喜悅的。因此，建立一個合一的團契或小組是教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石。在團契中，我們能彼此認識、彼此關懷，分享生命中的喜怒哀樂。這樣的關係不僅讓信徒感受到家的溫暖，也使信仰生活不再孤單。當小組有合一的心，就能齊心禱告，互相扶持，在真理中一起成長。建立合一的團契，首先要以基督為中心，讓神的話語與愛成為連結彼此的核心。其次，尊重與接納彼此的不同，不論年齡、背景或屬靈程度，彼此欣賞，互相包容。再次，透過積極溝通與服侍配搭，讓每位成員都參與其中，發揮恩賜，彼此建立。當團契合一，弟兄姊妹就能活出彼此相愛的見證，也讓教會充滿吸引力，使更多人渴望認識主。合一的團契不只是屬靈家庭，更是神愛的出口與榮耀的見證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感謝你將我們召聚在一起，成為你的兒女，也成為彼此的肢體。主啊，我們知道你的心意是要我們在愛中合而為一，像基督與父原為一那樣合一。求你親自來引導我們的小組團契，使我們不為自己的益處，只求你的榮耀。不論我們的背景、性格或恩賜多麼不同，願我們都能彼此接納、尊重與包容。主啊，當我們面對意見不同、誤解或挑戰時，求你賜給我們謙卑與愛心，用和平的心處理彼此之間的關係，讓我們的話語不帶傷害，只帶造就和勸勉。求你將聖靈的合一之靈厚厚地澆灌在我們當中，使我們同心合意，彼此相愛，在服事中配搭，在代禱中扶持，在患難中同走主的道路。願我們的團契小組成為合一的見證，成為神愛的出口，吸引人來認識你、敬拜你、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